仔阮阿嬷好了日子，康康讲伊有新的发现呢。哦，什么新发现？你看，这顶悬安尼，亲像沙同款，敢会是阮嘉义上出名的火鸡肉饭？火鸡肉饭顶悬嘛是安尼尖尖呢。可是为什么会有一些红红绿绿的颜色，而且每一盘都不一样？有道理呢。火鸡肉饭敢有这款色水，也是卤肉饭？应该嘛毋是咧。啊，阮家己的火鸡肉饭遮尔侪间，无的确真正有一间上特别的。阿虎姐姐，那边是不是还有画一道彩虹啊？真的呢，乐乐，你目睭足来呢。要不然我们再去问问看。好啊，安尼就对着阿浩这坐脚步，对阵来找阿嬷好了日子内底好食物。乐乐，我听讲伫咧嘉义，若准想要食火鸡肉饭，是24点钟拢找着所在，不管是想要食，拢食会着哦。今仔日咱要来食啥物？啊无，咱来问头前迄位先生看卖。是好脆的，好巧哦！嗨，你是谁啊？咱敢有熟识？好水岛是我阿虎和乐乐啊。顶下你毋是带阮去食状元粿，你袂记一啦哦？迄是我相生的阿兄，我是歹喙斗，就是足经济的意思。物件若是无好食，我是袂食的哦。真正是歹习惯呢。不过歹喙斗，顶下好喙斗有替阮解决一个阿嬷好了日子内底的秘册，唔知影你敢会使斗相共？我才袂说好喙斗，做恁来。无遮严重啦，阮只是想要问讲，你敢知影嘉义敢有倒位伫咧卖即种五花杂色的鸡肉饭，也是卤肉饭？啊！想到了，你母唔对方向啊啦！恁看，这顶面遐尔济色水，就甲天顶的景同款显水。我想吼，这应该是阮在地冰果色。冰果色，就是卖各种无同款的果子，也有现解的果汁。哦，也有我上爱的色两冷，就是布丁。好，安尼一定就是这个所在，请你赶紧带阮去。台湾的天气真烧热，有一句俗语讲：第一白冰，第二做医生。因为大家上爱就是食凉凉的冰啊。伫冰果室会当食到甜汤、现解的果汁，阁有现切的果子盘。买物件口味拢真单纯，规个空间吼嘛拢真有古早味。恁看。这个果子拢是真材实料直接摆出来哦，有西瓜、旺来、木瓜，这拢是台湾上出名的果子哦。另外，阁有苦来啊，甲我上爱食两冷加牛奶加做伙，那变做饮料足好啉的哦。哇，看起来拢足好食的，每一项拢想要试看卖。那我要这个布丁加牛奶。好啊。多谢。阿虎姐姐，你点的是什么啊？我点的是莲子汤。那不会很苦吗？莲子会苦的是内底的心，头家已经甲剔出来啊。而且伫热人的时阵啉莲子汤，会当退火降火气，互人心凉鼻透开。这往来嘛当着时，阮这甘草盐吼。多好我歹喙斗的口味。讲到这甘草盐，互我想到细汉时，阿嬷若看我咧酷酷扫，就会摕甘草滚水互我啉。食吧，真好食。刷落来，要来教大家今仔日的台语词：水果、果子、果子、西瓜、西瓜、
西瓜、木瓜、木瓜、木瓜、凤梨、旺来、旺来、牛奶、牛奶、牛奶、彩虹、青、青、火鸡肉饭、火鸡肉饭、火鸡肉饭、双胞胎、双生啊、香生啊、挑食、歹喙豆、排水豆、降火器、降火气，降火气。大家敢拢学会晓啊？阿虎姐姐，你看，康康说恭喜我们第2题解答成功，他又画了一张图送我们了。哇，顶悬足侪果子的呢，那亲像天顶的青同款，遐尔啊水。乐乐，另抓搁参阿虎姐姐做阵来找阿嬷好料日子内底的好食物。好。